阿婆来大坝放个烟花做任务。看这个引线长度，我就知道这个烟花不简单。我操，要出货了吗？他们烧了这么久。准备清理出去，你控制防控设施。我操，出货了！成功进入防控设施，已连接到防控网络。说这个马上起飞。哦，还有老蔡。准备加餐。导弹发射程序启动，是时候让他们自食其果了。再过来。导弹发射成功，大坝的大门被摧毁了。使用钻井破开坚固大门。我操！这什么鬼？